话，甲伊的即个去个诊所讲，即个小姐我慢15分钟会使的免？即个小姐来讲，会使的可以，你的时间是50分，你慢15分伫头前这段时间安尼就是你的麻醉的时间就省起来安尼。所以你来是就无麻醉，有时间去放手去所以你慢是不要紧你袂当麻醉咱时间是照常咱时间来拢会当照常所以迄个人以后迄个变做后面拢准时到。迄个 Windows 的爱分30 bit 到64 bit 啦英文版甲汉语版一定爱分，你要选到对你要选到对，你就当真爱。大意是无？你啦那个，你想输入法，叫一个那个那个足厉害，囡仔咱是真是讲，足简单的这结婚，你整落那个足好用的。伊即马输入法就是，你这个输入了，你用。过来说明书，说明书真济人台湾人不会。你这当输入法当。老师帮我开门这个，拜托。所以这说明书内底有教，即马真济有输入。这个输入法上强的就是这个注定 personalized 的 database。你播拍袂出来，你无法度去讲教。你这拍袂出来，你会再讲家己教的。过来就是讲，你会当就讲诸多文，我拍诸多文在罗马字规篇的诸多文出来。你定定利用你甲定位输入了后，就是有这个功能。主要说明出来读，内底指定词库已经真济迄有的人唔知我讲的哇，真好要的。就讲你定定利用的上帝 ST 上帝就出来，耶稣就 IS， 就是这所以这个有时间大新闻的网站上功夫的第一个就是数字法，这个数字法者内底会叫你去读说明书，影音我有实际操作，互你安怎用啦，这个影音的部分你袂当会当入去看，新闻内底我就总影音的教学，有的人讲我就等人来教较紧迄个等教。所以我即摆我创一个，好大家看。OK， 你装落了后，伊会挂伫波中文的下骹，因为咱有汉语。所以你若英文版一定爱先装一个注音法的输入法进去，才有法度装一个。还有清楚？足侪人讲我装来，我想我走袂出来，啥物就是本身一定爱有。basic 你要有中文的输入法，因为咱要拍汉字嘛，OK。就讲即摆，你只要你创了后，你迄个读到，即个CH 内底，即输入法内底，中文的输入法内底，伊就有即个中文新注音法，即个就是台语汉语，的这个输入法，你装落去就台语 FHL 这个输入法就出来。咱就看到这荷兰文这个装落自动有，咱要配 Microsoft 足基先看到你汉字，就讲你这是汉字，这是言就乱七八糟。我骗讲我这是罗马字，是荷兰文，所以你装落你讲个字条，你看是荷兰文是这样，这是自动教的。所以你要咧创来了你荷兰文有个这个入去这个输入法，这内底有，内底有一个设定，这个设定，即摆就是互你会当拍汉字，拍罗马字的分。你完全你汉字要做大声，就是讲伊有汉字、罗马字，你要互伊拍输入法较紧，你免选免仔细的。的时阵，你就汉字做头字，你要拍罗马字的时，你就选罗马字做头字，这选下去。你要全部罗马字，搁加点这个，你拍的都全部罗马字。这个搁一个上重要的就是缩大的方法。就讲单无的 THT
等落计出来，哦，这个叫塑胶啊，这塑胶啊，迄个标志嘛有效，伊注定食谱嘛有效，哦，等落计，有无？啊，过来，吃，你迄种爱有啊？你是？哦，你要即摆要这一日要调较补共款哦，你就爱迄个底档，哦，等落计有无？哦，等落计只，你若要汉字头前，你就汉字字等落计出来。哦，你拍等落计，你等在大写嘛哦，等你就起大写等落计，下无下骹会使小写，好嘛大写，哦，啊计小写。你要选后壁罗马字的时阵，伊会直直走来头前哦，伊走无要紧，你就看到，等只哦，你要后壁选后壁，你就要是新的选稿 ，OK， 等落计就出来。啊，即马就是卖个说，足其实咧，甲你讲创这件事，啊，所以这足歹看有无？所以你若讲遐无过的时，你只要就爱甲highlight就起来，爱去甲改。台语Unicode，我等落计就足水的，我来看看。哦，台湾基督养老教育，主导，这类了总会规定，叫牧师来考。爱考写主导，啊，我常常创这个就是要有条件，你袂使出遐简单的嘛。好，啊，你若要标字，你就是主导文加一个标字体，个标字啊，啊，伊标字迄个，较将space最后分段，你感觉是爱分主导文体这个段，哦，啊，过来主导文体。哦，啊，第二咧，较爱3、4个才会刷。啊，来迄个 A 图的哦，你一个就出来。你莫讲做袂学习大啦，足济啦，哦，啊，咱这个大伙，那就是这个大伙，这个认定加罗马字这个嘛是自动，你通就讲我就处理的。哦，这你来研究了，处理的。OK， 啊，过来你拍这个字哦，你拄则拍单和点，我会遐大字有无？这是我有去甲改，这会当照你要爱的大小哦。你伫设定的位啊，你要啥物字形改字形嘛会使。设定 ，OK， 设定再来遮哦，遮内底，迄个选择字形，哦。哦，我正要改迄个，汉字嘛会当改字形啊，你有诶字形伊拢会出来。OK， 啊，我选字是嘛，你嘛，较有需要，你选字啥啦？啊，甲确定，所以你这样拍先，迄个。咱就要拍啥物哦？你都到位安怎讲？都到位。OK，我拢拍到啥物？都到位。伤济啊，伤济啊！这我已经有啊，啊，我伫网络面顶你甲就是我到底迄个，就是已经拢拍好啊。我放在内底有大用，像你我拍上帝，啊，你一个一个拍嘛是会使啊，圣殿。就是讲，定来你拍你甲创啊，耶稣啊、IS 啊、耶稣基督啊，这拢内底有诶啊。啊，你要罗马字嘛是会使啊。所以我改较大字拢会使，你来试试看。这波你看做就是较细个啊。哦，这是足大个突破。我做一年单哦，啊我开袂少钱啦，到即摆已经开始有10万迄个代表，啊但是真侪人做那个，我会当安尼，互大家方便咧。OK， 啊，这样要怎制定词库？你这样你记哩吼，伊文台语甲客语，你选台语。OK， 咱这咱就教咧吼，咱今年教的叫做 FPC 哦，啊
啊，GH 对啊吼。LBC 尔。FPCG 是甲面 Great Houston， 无，我给要紧。Anyway， 你只要你拍好了，你就创一个 space， 后壁你就甲拍。吃苦的是。咱的汉字全名叫啥？Houston 大。啊，英语吼，你莫搁来小等等下，你就照英语拍 HOUSTO， 啊，这样拍落去就好。我无选起个汉字的事情，改去汉字啊。OK，HOUSTO， Houston， 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安对，啊，你这拍 safe， 甲 safe 咧，啊，你这你定定你拍，你就拍 FPC， 啊，是吧？一个就出来，免一字字都要拍，所以超强。我即马去上，即马长老教会就咧推动。啊，所以阮以前的地是吼，我本来是一个内底有写一个会务观众，啊，为着教育部的，甲咱的条号规啊刷到乱七八糟啦吼，啊，阮只趁即个机会，甲长老教会委员啊，我就有迄个，就较大声会使邀讲，爱配合着是观众，啊，你带路照带路的去标啊，标啊足歹看，啊，所以即马已经完成啦，所以信奉的网站你去看的条号规定，拢甲。传统的就是100%共款，啊，即摆需求啊，共款啦。